潭美风台尾东北风影响东北部落大雨，北环部分路段崩山，南苏列岛过道停班停课。印度班加罗尔拜二一栋7层楼的大楼违建强行放起，上无8人死亡，厝主后生甲建商拢被上班。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表出争遗产的纠纷，伊的小弟李显荣惊阿兄的政治对杀，接受英国庇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东北部的大雨，今仔日落袂停，北环公路基南的部分路段已经传出崩山的灾情。华岛地区这红头树甲火烧岛行过道嘛是拢停班停课。那讲到即届风雨会遮尔大，都是因为这潭美风台的风台尾甲东北季风所造成的强盘效应。尤其是咧北部甲东北部的所在，这雨会上大，而且一直落甲拜高。也若伫咧西半部这较空旷所在，风会真透。若是伫咧南部恒春甲挂岛的平湖，风影大，都提醒民众随时都要注意，避免去出灾情。怪手拍拼咧赶工课，希望赶紧甲车路拍通。宜兰北环公路第7线90公里的所在，因为连续落雨，地势土石崩落来，苏花路龙从调到和平这段，正正因为3度2风台地势水崩山，互铁路甲公路袂通。即马路虽然已经会通，不过民众烦恼落大水后，会搁一届互车路断站。会担心说会受到台美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吗？会啊，对啊。所以有没有做提早出发的？有提早出发的要。头前暗坑淹水，警方赶紧甲路封起来，避免车辆入去。潭美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强破效应的影响，东部的雨势不了大，宜兰部分所在出现淹水的情形。四季国校应事分校，二是因为山区车路断站，停班停课1天。台东南苏甲绿岛中昼12点开始停班停课。不过宜兰23暗时宣布停班停课，由各机关家己决定，煞风批评会提责任。还好哈，就不影响上课了。不会 ，OK。是可以早一点宣布啦，因为早点讲。对，因为我们如果要接送小孩的话，然后又要上班的话，可能在那边等消息会有一点困扰。依照目前现行停班课的一个规定，各机关本来也就可以依照地形的一个状况或是现状来做一个宣布。官府表示，山区的天气变化真大。当地公所较有法度掌握在地情形，而且嘛符合相关的法规，尊重公所的判断。预计今天、接下来一直到明天的清晨都是降雨的高峰期，在北基以及宜花东地区都要留意豪雨或者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出现。根据气象署的统计，23翻点月到达，台北阳明山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宜兰山区嘛有300毫米。估计24下晡到25透早，也是落雨的高峰期。湘北、基隆、甲宜兰花莲，拢爱注意会落大雨，或者是有的所在会落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这风台尾咧扫，那东北部有灾情，伫中华贸办公大楼的玻璃叫风扇甲破去，伫咧台中平湖拢有民众骑机车跋倒，也若伫咧苗栗是有学校的运动场，规片拢叫风吹甲掀起。玻璃伫566个半天悬海来海去，涂骹的车路有几涂骹的碎玻璃。风台外围环流带来强风，彰化市中山路一栋商办大楼的玻璃，二是中昼好亲像叫强风吹落去。这个公司一个员工落楼扭风锁线的时阵，互一直落来的玻璃击到头甲骹，当场血插插地，随风送去急救。6楼跟5楼伊的那个玻璃就是风太大，把它吹到破掉，像即马搁一地底下咧海呢。中部23就开始透强风，彰化外海新港乡23有一个邮差工作时阵经过美港公路，因为透强风跋倒，大收货款的袋啊煞叫风吹去，内底有4000外，嘛放风吹，到尾敢若吹转啊2000块，赶紧报警求协助。邮局是讲会家己吸收。我们这边因为天灾它是不可抗力的，那我们彰化大局长也说这边会由我们局方自行吸收，所以不会去危害到同仁的权益。偏湖2时嘛透10级的阵风，威力呐轻度风台。观音电园区的灯节装置艺术伫风中一直海，电鼓风吹甲飞去。北寮毛西云海景点插红旗啊，禁止游客挖近。马经是有袂少骑机车的人，因为透强风煞跋倒。风伤透啦，风伤透啊，骑袂稳啊咧。嘿啦。台中2时早起刷落一个有线电视电缆线桥，大风吹落去，2台经过的机车无细日去搞到跋倒，其中39岁姓林的查某人骑车跋倒，伤势较严重，目前伫加护病房观察。过道遭吹落之电线，
致双方驾驶皆摔车后受伤，送光田医院急救。苗栗23号透强风，苗栗市建国路行道树倒规排，管理员站文学伫头份服务处的玻璃门叫强风吹甲破去。德南镇大东高中运动场 PU 跑道，互强风掀几10公尺，原定举行的运动比赛紧急喊停。至少先维修成可以让学生可以用，那至少校庆也勉强可以使用这样的状况。学校是讲已经有甲县政府报销，好在再无师生受伤，后续会争取经费改建，赶紧互学生囡仔有一个安全运动的场所。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新北蘆洲一间宫庙宫主涉嫌透过两环的宗教交流活动，吸收咱的官兵偷摕军方机密文件来替中国办事，甚至佫穿军装摕因的五车旗、翕导航影片，讲安尼会当提一条15万。检方是依照违反国安法，对相关的10个人拢提起公诉，强判动刑。坐伫警备车顶悬几下的嫌犯衣架，去变做中国的间谍，尤其内面有军人，涉嫌替中国在做代志。中国找到国军来斗3工，牵线的人就是伊，30多岁姓李的查某人，伫新北市的蘆洲这个宫庙做宫主，有帮派背景，去对方做宗教的交流，涉嫌互中国的情报单位吸收，当来台湾了后渗透咱的国军。平常伊本来是袂歹啊，伊甲出面头尾真好爽啊。伊也袂讲作大牌，也是啥啊？伫厝边的眼内有好印象，这犀利的强主所发现讲，靠宗教活动找现役还是退役的军人，嘛用放大的机会去诱使官兵。警方调查，军方有9个人互吸收，是包括陆海空军，军界内面上悬的有够中位。宗教活动的时候，就会吸收到我们这些的信徒。那这些信徒如果他有一个相关的军事背景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去接触，请他再跟他现役的一个军中同袍做接触，再用这个金钱来去利诱他们。经过检方侦办，落尾是认定有8个军人涉案，现役的占5个，照涉犯国安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含贪污罪罪嫌起诉，向法院来求处动刑。高检大骂这个人，敢若因为个人的利益，就出卖国家和人民，毋但是穿军衫、摕5星旗、翕导航的心战影片，佮交付军事航线图这机密文件，用这去换上悬15万的报酬。近年来侦办的共谍案，大多都是官兵主动检举。未来也会持续去严密的稽核资讯保密，发挥保防跟侦防的能量。专案的方标出来，就是宜兰基层员警过去是调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连署案，意外去揪出来案外案。这摆阁是第一件警方查到的中国间谍案。只是最近中国间谍案是一直出现，面对中国一直想要来渗透，安怎有效来防范，已经是需要随处理的部分，避免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网络顶是出现一种中国的佚佗物仔，叫做成婚钱，讲已经袂来台湾，甚至佫有犯罪集团提起改造，甲加这火药入去，甲改造千共款的卖。敢若高雄一个月就查到79件，目前会先对网络平台开始追查，要求店家爱隆重停卖。尤其惊啊！这炮仔就发射出去。最近几年，互中国拢在销的射炮仔的佚佗物成分钱，现在在中国的网站都来翕因第一摆耍的影片，嘛有人因为安尼受伤。台湾警方最近阁发现有毋正分子甲成分钱改做钱，高雄敢若2分局就查到76件。它具有这种可以冲击中心离火撞针的这一个类似的装置，那只要稍加改造，那在它的前方引燃更大的火药量，或是填充金属物体的话，那肯定会产生杀伤力。专家分析，上加送的这红色底火，因为火药量非常低，那正常使用确实就敢若佚佗物，但是成分钱的构造本身就是简单的火药发射装置，那小可改造就敢若更逼称同款。刑事局实测查到的成分钱改造枪械，确认伊的动量是会当扔入去人体皮肉层。金属的铝板，那所以说我们打破那片铝板之后，就知道它一定会超过20焦每平方公分。那再超过多少，就要取决于它实际装的火药量。简单改造就有杀伤力，拍开中国的电商平台，卖价是真济，一支卖台票无到150是真好买。台湾贸易者引进，警方已经在严查各大的电商平台，发现穿云箭类似商品及通报刑事局办理。并由速发部协助将穿云箭之资讯转发各大电商，以阻断贩售，
目前都已下架。警方讲，民众若身躯顶有成分钱互查到，会妨照涉嫌违反青埔弹药毒害管制条例法办，提醒民众莫因为好奇就去买，则会结果违法再来后悔。记者综合报道。在印度班加罗尔拜二受一栋登咧起的7层楼高的大楼强崩起，上无8个人死亡。这当地政府是表示，这栋大楼本身就有偷工减料才会倒起，而且嘛是违建，已经甲厝主的后生甲建商拢抓起来，等待调查。监视器画面显示，这栋长日时间的白色建筑向坍起倒落。规栋建筑倒伫涂骹，互人看落会惊。这件事故是伫有印度石鼓称呼的班加罗尔发生的。一栋7层楼建筑，日下晡伫连续几天落大雨了后，煞规个倒去。当时内底有20外个工人走袂赴，煞去换台。消息一日传出来，救援人员透暝乌骨抢救，目前已经知影有10外人互救出来，不过死亡人数嘛持续升悬。家属知影消息真伤心。当局为建筑现出来的基础结构研判，大雨毋是造成大楼倒起原因，是时间不同甲偷工减料造成的。It is not on what rain. It is on the bad quality of putting the pillar. Not according to my technical team, they feel that the proper iron rods have not been there. Proper foundation was not been there. That is why it has happened. 官员指出，厝主伫真下区辖区7层楼建筑已经违法在先，有关当局捌3届发出停工令，不过业者也是继续施工，毋知造成无大挽回的悲剧。目前包括业主的后生，也甲一个承包商拢已经互逮捕，当时下令市内所有违法的建筑爱随停工。专家是批评相关执法是安怎一直无法度落实，恐惊嘛是爱彻底来检讨。公司新闻詹维敏编译。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因公家的土耳其航太工业公司总部昨向开枪，随后发生爆炸，上无是造成5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土耳其政府已经甲列做是一件恐怖攻击，怀疑就是长期以来反政府的库德族工人党因来犯案的。目击者伫土耳其航太工业公司总部停车场外口听到枪声，所来就大爆炸。土耳其政府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案。初步调查研判，真有可能是长期甲土耳其政府对徛的库德族工人党因策划执行的。攻击者伫咧航太工业公司总部办公室，甲炸药引爆，而且开枪。攻击者内底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已经互打死。Bu tür eylemlerle kıyaslandığı zaman PKK terör örgütü olduğuyla ilgili kuvvetli。土耳其国防部23暗时宣布，已经对伊拉克北部、甲叙利亚北部的库德族叛军目标发动空袭。根据监视器的画面，迄天至少有2个人伫咧航太工业公司的入口附近开枪，死者大部分是员工，另外有一个是计程车的司机。根据地方媒体报道，攻击者先把计程车的司机杀死，再搁把伊的车驶走去犯案。受伤的人内底有特种部队的成员。也有人伫罗西亚出席金正峰会总统埃尔多安接到相关的消息，讲安全部队已经解除威胁，任何恐怖分子的作为拢无法度达到目的。Bu menfur terör saldırısını lanetliyor. Şehitlerimize Allah'tan rahmet diliyor. 库德族工人党伫咧1979年成立，目的是透过武力伫咧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甲叙利亚各界库德族人因大的所在建立独立的国家。这个党嘛已经互土耳其、欧盟甲美国认定是恐怖组织。土耳其政府对即个攻击进行媒体封锁，国内大部分的所在拢无法度使用社群媒体，嘛呼吁相关的信息都应该删除，请民众毋通转传，拒绝替恐怖主义传播消息。土耳其航太工业是因重要的国防甲航空企业之一。土耳其头一只国产的战机，就是这间公司生产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新加坡的开国总理李光耀有2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大汉后生李显龙，就是顶一任的新加坡总理；另外一个李显勇，进前嘛捌做过新加坡的电信总裁。不过是即马煞逼出争遗产的纠纷。这李显勇因为烦恼讲会互大兄李显龙政治对杀，已经接受英国的政治庇护。不过，新加坡政府是表示讲，李显勇所讲的拢是无影无迹，欢迎伊会当随时回国。
2015年过身的新加坡头一任总理李光耀，拢总有3个子女。大汉囝李显龙2004年接任总理的职务，一直到2024年5月卸任。另外，还有担任脑神经科医师。这个月初过身的查某囝李伟玲，也甲捌担任新加坡电信总裁的细汉囝李显荣。李光耀过身将近10年来，两个后生李显龙甲李显荣都为着安怎处理李家的旧厝一直争论，成为新加坡国内外真热门的话题。李显荣当时主张遵照李光耀的遗愿，甲旧厝拆掉。李显荣是主张爱保留。News of the private dispute between my siblings and me. I deeply regret that this dispute has affected Singapore's reputation and Singaporeans' confidence.2020年大选，两兄弟正式分路。李显荣加入新成立的反对党新加坡前进党，当时甲姐姐李伟玲持续批评担任总理的哥哥，也有真侪政府高官，甚至演变成妨害名誉的司法案件。I've been trying to help by walking the ground, knocking on doors, meeting people, talking to them. We think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hich we have tried to highlight.除了李显荣伫社群媒体批评政府大文，互法院判决妨害名誉，伊担任律师的交林雪芬，也互政府指控是提供假口径，互人调查。李显荣指控大哥动用国家机器对因翁某政治迫害，英国政府是认为因所讲的是事实，同意互因难民的身份。不过新加坡方面是坚持李显荣的指控无影无迹。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美国大选时间是慢慢接近，川普甲贺锦丽民调是加真晚。讲话期限有人讲伫大概在11月大选，前一个月、10月，拢会发生影响选举的代志，可能会改变局势。即摆两边的阵营拢咧注意，希望伫咧决战时刻莫搁出大乱。历届美国总统大选第11月初投票，10月份的突发事件，候选人无有够的时间反应。历史上几落届改变选举结果，所以互人叫做10月惊喜。Will it be a scandal? Will it be a crisis? Will it be the outbreak of war? Will it be misinformation, something planted by the opposition party or even from a foreign government? 英国广播公司分析本届选前可能出现10月惊喜，包括海伦米尔顿这洪台在后的政治效应，也甲中东局势升温所造成的犹太裔、阿拉伯裔加反正学生囡仔选票流动。不过，嘛有专家认为，拜登退选加川普互人攻击的事件已经发生，所以较无可能阁有会当改变结局的10月惊喜。2016年4月，克林顿竞选总统，联邦调查局伫选前11天宣布展开电邮门的调查，变做互伊败选的10月惊喜。伊的翁婿前总统克林顿23伫亚利桑那州向会的选民吹票，指控共和党人是制造怀疑甲分裂的天才，川普是出一支喙爱万当万赛人。贺锦丽嘛引用川普前幕僚长凯利的专访内容，警告川普心境错乱、独裁主义、追求无受限制的权力。That Donald Trump's former chief of staff, John Kelly, a retired four-star general, confirmed that while Donald Trump was president, he said he wanted generals like Adolf Hitler had. Donald Trump said that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He wants a military that is loyal to him. 迄天，川普是伫无确定州乔治亚做势，争取关键的16张选举人票，拍移民牌。This border is 10 times, 15 times worse than it was in 2016, as you know. But we're going to stop it, and we're going to deport all of these criminals that have been brought into the country. 川普嘛积极吸引基督教福音教派人士，迄天参加宗教主题活动，坚固保守派选票。目前选情正晚，提早投票正踊跃。两个候选人伫最后2礼拜，会甲大部分的时间锁定乔治亚甲宾州这两个上大的关键政区。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另外一方面，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到当时也未战煞，正正就风声讲，即马北韩已经准备好势，要派兵3000人去到罗西亚远东地区，可能就是要作战。美国白宫已经证实这件代志，嘛评估讲，这北韩若准介入这场战争，恐惊互这代志愈来愈歹收煞。
乌克兰甲南韩顶礼拜拢经济证据指控，北韩咧向俄国派遣士兵协助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了后，美国白宫甲国防部长奥斯汀第23日证实，至少3000个北韩士兵被派去俄国远东地区。佮强调北韩的介入会互情势升级非常严重，而且对欧洲甲亚洲各国拢会造成影响。Russia is suffering extraordinary casualties on the battlefield every single day, but President Putin appears intent on continuing this war. If Russia is indeed forced to turn to North Korea for manpower, this would be a sign of weakness, not strength, on the part of the Kremlin. 德国甲英国国防部长23拢对事态发展严重性表达烦恼，佮谴责冲突升级的可能。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干事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朴胜元表示，南韩国家情报显示出，今年年底进前，可能会有差不多1万个北韩士兵投入乌克兰战争。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情报单位研判，北韩目前已经储备上济用支持3个月战备物资，而且开始协助俄国生产军用物资。南韩国会国防委员会委员姜大德提到的资料显示，北韩已经透过海军向俄方交付超过2万个货柜的物资。根据推断，若其中载满152公里口径的弹药，俄方所得到的数量可能有940万粒。另外，北韩也可能向俄方提供112公里口径的火箭弹、俄系战车所用的炮弹、用人所在的防空飞弹、甲反战车飞弹等武器。公视新闻新竹报评样。讲到渔业是澳洲的野鸭王国，拢总有超过200种的品种。不过研究指出，因为这几年来这气候变迁加火烧山，对这野鸭数量加体型拢有真大影响。希腊约阿尼纳大学的科学家去测量100年来5万只蝴蝶标本的重量，模拟出气候变迁的过程，互因的体型愈来愈细这个变化。科学家讲，蝴蝶是一种对环境的变化有高度敏感性的虫拖，高温互食物的花期愈来愈低，蝴蝶的食物愈来愈少，体型嘛对咧变细。Η κλιματική αλλαγή επηρεάζει πεταλούδες με την αύξηση θερμοκρασίας, γιατί είναι εξωθερμοί και ημερήσιοι οργανισμοί και χρειάζονται θερμοκρασία για να πραγματοποιήσουν ορισμένες δραστηριότητες, όπως είναι η σύζευξη, η αναπαραγωγή και η ανάπτυξη και η διατροφή τους. 希腊是欧洲的蝴蝶王国，有237个无同的品种，真侪阁是当地的特有种。今年热天，各地一直出现野火，甲蝴蝶幼虫寄生的食物烧掉，互幼虫面对直接死亡的风险。以后嘛有可能因为会当生团的成虫无够多，逼这蝴蝶只好徙去其他的所在，维持家己的生存。Έχουμε παρατηρήσει ότι πλέον οι πεταλούδες μετακινούνται σε πιο βόρειες χώρες, όπου αυξάνεται η θερμοκρασία και εγκαταλείπουν τις χώρες όπου παραδοσιακά ζουν, διότι πλέον υπάρχει ερημοποίηση, υπάρχουν πολύ ψηλές θερμοκρασίες και αυτό είναι κάτι το οποίο δεν τους επιτρέπει να αναπαράγονται και να ζήσουν για πολύ καιρό. 科学家讲，一直凊悬的气温当得威胁希腊蝴蝶的生存，逼因徙去较凉的所在，但是伫遐阁要面对欠食物的难题。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在美国麻州一间野生动物救援中心，2年前有救到一只狐狸，叫做泥鼻。经过保育人员的照顾，即马唔但洗了古水，佮变做网红。不过打算害伊拢无爱和其他狐狸交朋友。眼看这野放的时间就要到，保育人员只好请法院来宽限，会加短1个月继续来训练。无论是伫鼻仔内边受水，或者是背介食物件，这只两系狐狸泥鼻，一直拢是切尔姆斯福德动物救援中心内边上受欢迎的。保育人员翕伊趣味的模样，有真侪爱动物的粉丝伫咧追踪关心。Everybody on my team's in love with her. All of the internet's fallen in love with Nibby since the day that she came to us, and they've been following her for the 2 years that she's been here. 伫咧波士顿西北边的纽浩斯动物救援中心，2年前接到通报，讲迄当阵拄则出事外被放伫咧野外的泥鼻救出。中心的人员调查了发现，附近的狐狸敢若是互人类捕杀。伫照护员用心照顾了，泥鼻慢慢大只，恢复健康。为了要互泥鼻当转去大自然，无过夜段时阵就互伊甲其他的狐狸做阵生活，不过效果无啥好。We've tried so many times to introduce her to multiple other beavers as she's gotten larger, and she's never bonded to another beaver. So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consider releasing her when she
only seems to like people and seems to have no interest in being wild or bonding with any of our own species. 根据这个州的法律，互人类救带野生动物伫特定时间了就要放转去大自然。满洲野生动物部门就下令伫7月就要野放拟比，因讲拟比伊的个性较特别，互一直无法度培养伫咧野外的生存能力。救援中心4月早上，一个各界成员州长有正面回应。There was an emergency court injunction to stop Mass Wildlife from coming to take her yesterday morning. And the governor also asked Mass Wildlife to stop, gave her reprieve. 伫咧拟比有法度家己伫咧野外生存进前，会当继续踮伫咧救援中心，甲其他被救的动物正在救援中心宣导保护动物的教材。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